3萬蚊首期，單價咧就8000幾蚊，而且帶埋裝修，現樓現證嘅，揾阿 Sam 嘅話，送多你一個產權車位，加一個3萬蚊嘅家私家電大禮包，係咪相當之抵呢？今日阿 Sam 咧嚟到港口嘅上城南岸，港口咧已經納入咗中山嘅中心城區啦。我哋10分鐘嘅時間咧，可以覆蓋到山姆會員店啦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啦，仲有 V Park、萬民匯商圈、1+1大型超市都係喺我哋10分鐘嘅車程之內，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我哋永利巴士咧直接到我哋屋企樓下，你直接喺手機 APP 咧點一個訂單咧，你就可以喺屋企嘆下茶，落樓咧直接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經我哋深中通道咧55分鐘嘅時間咧，你就可以翻到深圳灣口岸，係咪相當之方便咧？而家我哋在售嘅戶型咧有80平方到110平方全南向嘅4房單位同埋3房單位，相當之舒服嘅。事不宜遲，睇樓。嗱，上到嚟呢個實體嘅樣板間咧，可以睇到89平方嘅4房，呢邊2梯4戶，呢個大堂都非常之氣派嘅，而且有個明窗喺呢個位置，仲有帶埋裝修。而家揾我嘅話咧，頭先講到嘅山姆會員店仲送咗你5000蚊嘅一個購物卡，購物自由啊，可以講係呢邊嘅話係交付標準啦。第一間房89平方做到4房，呢間房係一個陳重空間嚟嘅，足足可以做一個兒童房，都係非常之闊綽㗎。OK， 而家重點係全部都係現樓現證，即買即入住，即買即收樓，即時可以辦證㗎啦。而且咧，每日仲有20班巴士直達香港市區嘅，係翻到市區啊，喺樓下直接嘟個手機買張飛，點個外賣，飲杯茶，你就可以等巴士嚟直接翻到香港。而且係講緊55分鐘嘅時間咧，你就可以翻到深圳灣口岸啦。可以睇到我哋綠化園林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上城呢個集團咧，之前有打造過 V Park 啦，大家都有目共睹佢嘅物業好唔好啊？入到嚟睇到廚房咧，有一個 U 型嘅廚房，放咗一個單明嘅冰箱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啊，仲有一個明窗添。你唔好忘記呢個只係89平方嘅單位，4到6人嘅餐位冇壓力嘅。再睇埋呢一邊咧，就重心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呢邊咧就有個大嘅明窗喺度啦，我哋出嚟嘅話仲有非常之闊落嘅空間嘅。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嘅使用，有個明窗啦。我哋見到嘅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啊。但係家私家電嘅話咧，你揾阿 Sam 亦都有一個3萬蚊嘅套餐可以送俾你嚇。呢度咧，我哋作為一個兒童房去使用，呢個為咗要做個到頂嘅衣櫃，或者係做榻榻米都可以。呢度係3邊嘅落床位啊，兒童房做到咁闊綽係好少有嘅，而且係89平方嘅。呢度咧再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放到一個10尺嘅2米乘2米嘅大床之餘啊，呢個位置仲可以放一張懶人梳化，主人房真係極致奢華嘅享受啊！呢度1000尺嘅單位超級舒服，呢個位置可以做你嘅私人嘅衣帽間啦，或者係嗰邊去做個梳妝台都係 OK 嘅，再帶埋呢個乾濕分離嘅空間。